晡3点，热情就上临8个月哦，头一届邀请5院的院长来总统府，要来针对国家大事交换意见。总统嘛已经带5院的正副院长进入大礼堂，目前哦，总统堂的致辞，咱嘛做回来听看卖。万事兴，持续壮大台湾，也为区域及全球带来和平繁荣。透过今天的国政会商，我希望向全国乃至国际社会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：无论是外部风雨、内部纷争，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家大步向前。让我们一起努力。谢谢大家。谢谢总统，请总统留步。总统深刻感受国人。这届的会谈哦，有5院的正副院长，包括行政院长杜英泰、立法院长韩国瑜、司法院的代理院长谢明阳，还有科技院长周凤宪、监察院长陈菊，因为身体因素，由副院长李鸿钧出席。大家哦会来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，面对美国的新政局，台湾是要安怎来应用，来讨论哦。另外，针对立法院的宪诉法、选罢法、跟财委法的修法，还有总预算台检的争议，引起罢免立委的风潮。麻烦讲会当透过5院的沟通来交换意见，突破困境。会谈哦，伫总统致辞了后，会送礼物，翕相了后，就来展开关门的会议哦。